啊，老波大了。没啊没啊。杜琪台语线上礼拜连接录像。不太清楚I don't know。有声音吗？有。那你唱大声不？大声哈，可以吗？还是要再调整一下？刚好哈。借走了吗？啊，你在。你上网直播呀？哎，对，上网直播，不管那多这样。今天带唱的是陈彦荣啊，彦荣啊。哪里有？在哪里？因为我不是放在这边，我是放在那个长直嗡嗡嗡啊。
各位兄弟，这大声！各位兄弟平安，搞早好。我来团练今仔日的诗歌，阮准备阮的心。第一首是信诗73首，答愿感谢上帝。第一站。答愿感谢上帝。 第二站，困就是阮上帝，一生甘愿上帝地，主愿牺牲歌，耶稣平安甘愿大，永以恩惠保守。 三站，我来感谢的罪，一切归乎给上帝，也归心惊信心，加冠奖励万民，算你永远上帝，颂赞。 阮等下来看第一站吼，第一站应该是第2页，万民掠伊最欢喜，万民掠伊这边伊，我们是唱的掠物件的掠，然后最后一页，歹势。 第一站最后一页，今日要得宽待，要上，要得宽待。而我们第一站过来休息间，来。答愿感谢上帝，赐下因是对心地，主行伊代志，万民。 最欢喜，阮对舞台主席，伊就是好无理，因伊无所人爱，今日要得宽待。好，真好，谢谢。第2首279首。 注定我心内无惊兄自来。来第一站，注定我心内无惊兄自来，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
第四集，我先来看第2项吧，我看一下。鹰点天庭，对，阮手点。为第4集的头来开始唱，来。天顶的君王的德行，愿你带我到天顶，迄时你敢咱是大变迁。我孤单地自永远无要息。谢谢。阮备办我的心来唱《回情诗》。又和我早起心里跳一下，早起时我没对你拜嘞，我的祈祷，梦里我们的心田，照亮你给我的因主，我心田田，心田田，我们的心田田爱你，我们的心田田爱你。咱今个礼拜要开始请咱将咱的行动电话来关机互咱会当专心来做礼拜。
自耶和华的神临到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丧乡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出监牢。作为来吟圣诗73首，但愿感谢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议员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得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37，启用文37。我来启，请兄弟来印。无你挂入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恁的性命减有较大伫美娘。醒看天中的飞鸟，恁的天父也伫饲因。恁啥人会用挂入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刺像山年的百合花，怎样大丛？若是我甲你讲，当所罗门极项我的时，
打山年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撇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所以无得挂如讲，阮要食什物，要啉什物，要穿什物。独独大一生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挂如。一声，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咱做额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爸，阮感谢你，伫这世界疫情还真严重的时，阮踮伫台湾真正福气。经过2-3个月严格的警戒，打疫情已经受到真好的控制。阮兄弟嘛会当来甲教会做实体的礼拜，虽然受到人数的限制。有一寡兄弟无法度到阮的中间，总是经过网络，阮共一样会当做伙敬拜，互相交陪。伫主的厅堂内面，彼此关怀，彼此代祷，分享主的恩典。主，阮感谢你。主啊，阮知，阮拢是罪人，伫罪的内面，阮拢是丧凶的。拢是受关的，恳求主教示阮，会晓常常省察家己，时时认阮的罪，无互罪管辖阮。因为你为阮死，为阮搁活，这大的福音伫阮的中间，阮就得到透放。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主啊，阮知你真正疼台湾人。阮看见150多年来受你差遣的奴仆，这会受敬重的宣教师，伫台湾奉献因的一生。除了传福音，因嘛建立学校，栽培本地传道者，互福音搁较广传。玉山神学院是为着培育阮子民。教会的传道人的学校，75年来，因对初期的创设，经过10几年的打拼，甲伫即卖的鲤鱼潭边起即卖的学校，因所栽培的不只是传道人，嘛有真侪是伫教育、伫社会工作的，对原住民传福音、文化的保留。社区的照顾，拢有真好的服侍。主啊，恳求你纪念因的着磨，嘛，互阮兄弟得到圣神的感动，为因祈祷，尽阮的能力为因奉献，共同分担参与伫主的圣工。我来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俄罗小诗班因要唱的歌是主的祝福。
咱做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4章31节到37节。汉字本的新约伫69面，第19页，我用汉字本来读第4章31节。落去到加百隆，就是加利利一个城，伫安息日教示人，人奇怪伊的教示，因为伊的话有权。会堂内有一个犯着鬼的人，大声叫讲：“嗨，拿撒勒人，拿撒勒的耶稣，阮甲你什么干涉？你来要别管吗？我知你治罪就是上帝的圣儿。”耶稣责备伊讲。你着静静对伊出去，鬼就车到迄人伫众人的中间，才出去，拢无伤着伊。众人戇影，三甲议论讲：这是甚物话啊？因为伊用权柄甲能力命令者的邪神，因就出去。伊的名声就遍传伫四围的地方。现在，我天本先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讲，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本先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讲，提醒我的主。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学院派区淑斌牧师来到咱的中间，伊要讲道的题目是“互受掠的得到讨棒”。敬爱的林牧师，甲咱主来笃行教会姊妹兄弟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大领，嘛真感谢林牧师甲咱教会的接纳，互我今仔日有这个机会会当伫遮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嘛伫遮要分享圣经内底的信息。今仔日我用互受掠得到讨棒来分享这段经文所要甲咱教示的内容。当咱讲到鬼的时阵，咱会想到啥物？即摆拄好是台湾民间信仰所讲的鬼月的旧历的7月。台湾的民间信仰相信，伫旧历7月，鬼魂会当转来到世间，伫世间热烧，而且来享受人所为因准备的丰盛的好食物。总是一般人对伫鬼，其实是充满惊吓。人认为讲鬼会作乱，鬼会扰乱人，会为人带来厄运，甚至鬼会危害人的性命。所以其实一般人对鬼其实是避之唯恐不及吼。伫咧7月份拜拜的祭品的中间，有一项物件是应菜。咱知影应菜，北京话也是讲华语叫做空心菜吼，伊中是空空的。有一种讲法是讲，拜这项物件，伊的意思是讲，阮无心要留你。当然，基督徒无相信民间信仰有关7月份这款的讲法。伫过去嘛有教会伫咧推广，将7月改当作是平安月，要用基督教的信仰所带来的平安来赢过伫7月中间这款的不安甲惊吓。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嘛提到一个甲鬼有关系的故事。
经文伊用非常平铺直述的方法，伊讲到，耶稣伫会堂拄到一个互无清气的鬼附身的人，附伫迄个人身躯顶的鬼，甲耶稣挑战。耶稣用话来降服鬼，将鬼对迄个人的身躯顶赶出去。这段经文的信息伊是非常清楚，伊的信息就是讲，耶稣伊有极大的权柄，会当互鬼来降服伊。总是毋是每一个人拢甲这段经文内底的人共款，有经历过受鬼附身捆绑，还是讲甲鬼征战的经验。若是咱无即款的经验，这段经文对大部分的咱来讲，咱毋捌接触过互鬼附身的人，咱可能嘛毋捌实际去赶鬼。对咱来讲，这段经文有啥物意义？伫我咧学这段经文，也是讲我咧准备讲道的时阵，其实我定定会想起美国好莱坞伊伫个1973年伊所出品的一出电影叫做《大法师》。大法师伊这部影片伊所描述的，是一个原本真古锥、真正常的12岁查某囡仔，当伊互鬼附身了后，伊不由自主啦，伊会做出种真奇怪佮恐怖的行为。伊不但有的时阵，伊规身躯会变做是绿色，伊会口吐黏液，伊会脱口讲出就是讲真歹听的恶毒的垃圾话。伊会当无去接触一项物件，就会当隔空互迄个物品会当刷位。伊的头甚至会当像猫头鹰共款360度旋转哦。这个查某囡仔的老母，因为伊的查某囝受鬼附身，遮尔大的改变，所以受到真大的折磨。当这个查某囡仔伊的情况愈来愈严重的时阵，这位老母伊不得不爱请神父来为这个查某囡仔赶开附伫伊身躯顶的鬼。所以因为鬼附，互人丧失去伊原本健全的形象。伊的言语甲行为脱离正常的特殊，以及迄个神父甲鬼中间真激烈的抗争，会当讲是这部电影真主要的卖点。这部电影伊伫个放映的时阵伊捌伫电影院内底引起一阵这款歇斯底里的集体恐慌。所以嘛，头拄讲，当时看电影的观众，因为挡袂牢这个剧情所带来的冲击，所以分得有一寡医护人员来进入去到电影院内底来去救这款的情形的发生。其实，希伯来圣经也是讲旧约的圣经，无清楚提到鬼附的经验。伫历史顶面是伫南国犹大亡国了后，伫后来波斯帝国这款的二元论的影响的下面，犹太的启示文学内底渐渐出现鬼附甲赶鬼的记载。到伫新约时代，尤其是伫福音书的中间，真明显将魔鬼该定义做抵挡上帝计划的超自然灵界的存在，甚至遐个甲上帝的旨意做对敌的人，因嘛是魔鬼的化身。所以伫福音书内底，耶稣有3届对伊的学生有言讲，伊要受苦。当耶稣对伊的学生有言，伊要受苦楚，要互人害死的时阵，迄个时彼得甲耶稣扣的，然后即位耶稣讲：“主啊，千万唔通。”耶稣的反应是，伊活转身，伊甲彼得讲：“撒旦，褪去我的后面，你是我的头盖。”所以伫迄个经文的中间，也是讲伫迄个当时的状况的下面，彼得伊所底做的，是要阻碍上帝伊所像伊的计划中间，要透过耶稣来拯救人的计划。所以耶稣伫即个时阵，伊责备彼得讲，伊是撒旦，因为伊想要阻碍上帝的计划。基本上，圣经内底鬼，咧讲的是无清气的灵吼，所以伫有的版本内底，该称作是无清气的鬼，也是邪神。鬼
通常是歇伫旷野内底，因伫遐随在因的意思伤害人，因随在因的意思伫遐制造破坏，鬼会作祟，会造成人的身体甲灵魂破病，会甲人带来厄运甲灾难，甚至会互人失去因的性命。所以鬼互人惊吓，这是因为因是独立伫上帝以外，无受上帝控制，因甲上帝做对敌。这是一款有危格、佮有意志的一款的灵，因有伤害人类的溃力，所以因互人惊吓。若是讲到遐个受鬼附的人，因可怜，还是讲因的悲惨，是因为伫犹太人的观念内底，鬼其实是无信上帝，是相款意思，因是无清气的。这个受鬼附的人，因是无清气。另外，甲鬼有关联的人，也是讲代志甲物件，也是无清气。所以这款无清气的物件，是人顶顶对犹太人的观念来讲，因必须对社会甲宗教的关系中间受排除。所以，遐个受鬼附的人，毋那是因为因的行为，也是讲因的举止，甲一般受看做是正常的人无共款，所以因互人感觉真互人惊吓。另外一方面，嘛是因为即款的人，因互超自然的力量所控制，因无家己的意志，佮加上讲因受到误解，因受到人的轻视，因互人孤立，所以因丧失因上帝创造因所的时阵所互因的完全，也是讲即款上帝的形象，因无健全的身体心灵，也是讲因完全是失掉上帝所互因的是形象。所以虽然毋是所有的人拢有圣经所描写即款的甲鬼争战，也是讲互鬼附身的经验，嘛毋是所有的人拢会当肯定讲鬼是确实是存在的。总是咱若是对迄个无清气的鬼看到耶稣的时阵会喊话，甲迄个受鬼附的人的处境来看，其实鬼嘛毋是离开咱遐尔远的存在，鬼有可能是伫你我的周围，甚至鬼有可能就伫咱的内心内底。内心咱来看，即个受鬼附身的人，伊是安息日的时阵出现伫会堂的内底。会堂咱知影是犹太人因组织敬拜上帝的所在。即个受鬼附身的人出现伫迄个所在，所以对于即点来看有一点仔奇怪，因为被鬼附身的人，因通常会受排斥，因袂当进入伫会堂来敬拜。即个人伊看到耶稣的时阵，伊喊话讲：“拿撒勒人耶稣，你莫插阮，你来要毁灭阮是无？我知你是啥物人，你是上帝圣的。”即句话真显然，毋是出自迄个受鬼附的人。即句话其实是鬼的声音，就是讲，伫即个人的身躯顶的鬼，伊认捌耶稣，伊会当叫出耶稣的两个名，就是拿撒勒的耶稣，甲上帝圣的。鬼对伊的喊话中间，咱知影，伊嘛知影耶稣的任务是啥物，伊知影耶稣是来除灭因的。就是讲，耶稣是来消灭对敌上帝旨意的撒旦的关系。耶稣是要来为上帝国的临到来做准备的。总是，这个鬼，伊虽然是出现伫敬拜上帝的场合，伊有听到耶稣的教示，伊认得耶稣的名，伊知影耶稣的任务啥物，伊知影上帝的旨意甲计划，总是伊悠然执意咧甲上帝做对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知影甲表面上的敬拜，无代表真正的信仰。另外，古早犹太人伊嘛相信讲，一个人的名其实是代表伊的全部，包含一个人的性命、伊的个性甲命运等等。所以知影名其实是对于号说这个名的人，也是讲心灵会当有控制的权柄。
所以咱知影，当摩西伊伫西奈山顶拄着上帝的时阵，伊问上帝的名是啥物？其实伊背后的意思是想要控制上帝。所以伫今仔日咱的经文中间，即个出现伫会堂的鬼，叫出耶稣的两个名，这表示讲，伊认捌耶稣的身份，伊知影上帝的旨意。总是即个鬼，伊毋简单无愿意顺服，伊甚至企图想要控制耶稣。第二，咱若是对即个受鬼附的人的处境来看，受鬼附的人，伊是受到其他的傀儡所控制，伊无法度会当有伊家己的意志。佮加上讲，伫伊的生命的经验内底中间，伊受到人的误解，伊互人歧视，伊伫人际关系顶面受到孤立，所以因的心、身、灵拢受到创伤，甚至伊可能丧失一个做人即款的尊严。若是对即个角度来讲，就亲像天国德国有一个天主教神父古伦，伊指出的，伊认为讲，所谓的鬼，也是讲只会控制人的傀儡，毋若是灵界无顺服上帝的意志即款的写实以外，伊嘛有可能是在讲咱的生命中间种种的压力，也是讲根深蒂固伫咱心内的无合意的想法，也是咱的混乱的情绪，也是讲无法度真清楚来思考以及分裂的内心吼。咱可能嘛会当加上错误的价值观，也是讲过去的失败，甲对物质、权威、名利的追求等等。就亲像伫我拄则讲的迄个影片吼，大法师，其中有一个少年的神父，伊因为伊家己的老母的过身，所以感觉伊责备家己，伊早就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当伊在为即个查某囡仔赶鬼的时阵，伊阁必须爱面对伊家己内心的魔鬼。有影片安尼讲吼，就是讲伫即部电影中间，真正恐怖的，其实毋是迄个查某囡仔受附身了后可怕的行为，嘛毋是讲迄个魔鬼真歹降服。伫即个电影中间，真正恐怖的是人的心内底。对过去发生，互伊感觉遗憾的代志，迄款的无力感甲痛苦，因为就是讲即部电影伊的男主角是因为伊老母的过身，所以伊非常责备家己，伊对人生充满疑问。伫即个电影中间，另外一个较年纪较大的神父，伊是认为讲，即个查某囡仔伊之所以受鬼附身，是因为去挖掘古墓所引起的，所以其实伊嘛有心内袂得过。其实即款心理上的脱解，往往是咱知影，咱无应该爱定定下伫咱的心内底，总是往往咱个无法度通控制，伫遐不断回想的一款无意识的自我虐待的举动。所以，固定参加教会聚会，对上帝的话语。非常咱知影真济，也是讲咱对读主日学开始，咱着对圣经的金句，咱会当背甲真顺，咱会当常常对咱的喙内底讲出耶稣是咱的救主。总是明明知影上帝的旨意甲要求是啥物，却无迄款气力会当去实行，甚至有时咱挑故意去违反，无顺服。也是讲，咱对耶稣的拯救，其实咱毋是真正遐尔啊确信。即款的情形，是毋是嘛会发生伫咱的身躯顶？含乐伫最终的快乐，就是讲含伫即款自怜自爱的情绪中间，伫潜意识内底有怨恨、有悲伤、有恐惧，甲无安全感。这是毋是嘛有可能，互咱失到上帝创造咱的时阵的形象？咱的内心是毋是嘛有温存，伫遐咧破坏咱的心、身、灵的整全的势力？咱是毋是会烦恼？咱
若离开咱，为着咱家己所起造起来所谓的安全的堡垒的时阵，当咱放弃咱掠准讲会当互咱快乐、满足、有安全感、甲有成就感的事物的时阵，会互咱一无所有，会互咱的人生失去活去甲平静。这段经文甲咱讲袂，就亲像耶稣伊命令合作迄个人的鬼，对迄个人的身躯顶出来的时阵，鬼伫正人的面头前，甲迄个人掐倒，总是伊无法度通伤害着即个人。所以离开也是讲放弃遐个目前在管辖咱、控制咱的代志，也是物件，咱可能会感觉无爽快。咱可能会感觉无自在，总是其实袂对咱造成真正伤害。伫路加福音内底，这段经文伊记载的是耶稣伊公开传道了后所行的第一个神日。耶稣伊伫拿撒勒的会堂读的经文，就是咱今仔日的金句，我用现代台语版来读。这句经文甲咱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应由我，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车人。伊差派我宣布，受了的得到头棒，无看见的佫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这是路加福音的第4章18节到19节吼。这段经节，伊其实为耶稣赶鬼的鼓动背后的意义，有做上介好的解说。耶稣赶鬼，互迄个受着鬼的控制，无伊家己的意志，失去甲其他的人的连结，丧失伊生来做人即款的尊严的人，会当脱离魔鬼对伊的辖制，会当重新来得到自由甲新的生命。耶稣伊制服遐个伤害压迫人的生命，互人的生命残缺不全。互人甲其他的人疏离的邪恶的溃烂，这是这个故事要甲咱讲的。咱会当问咱家己，伫咱的生命中间，有啥物款的溃烂掌握咱的生命，互咱无法度通会当有真正的自由？咱是毋是真正相信耶稣伊对死里搁活已经带来喜乐甲盼望，赐互咱？有气力会当去太赢遐个对着上帝，互咱无法度来得到上帝创造咱的时阵的形象的黑暗的势力。希望咱拢会当开启咱心灵的目睭，希望咱拢会当诚实，并且勇敢来面对压制咱的气力。应该希望迄个有权柄。会当将人的身躯对人的身躯顶将鬼赶出去的耶稣，会当透开捆绑咱的生命的枷锁，互咱会当对压制咱的鬼，也是讲权势的势力的下面得到头棒，互咱真正会当享受生命的喜乐甲自由。请咱同心祈祷。天堂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伫天顶的老爸甲老母，你用你的形象创造阮。阮感谢你，因为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阮的中间，为着阮的罪甲对你的无顺服来付上救赎的代价。阮感谢你，差遣圣神伫阮每一日的生活中间来引带阮。主啊，阮知影，伫阮的生命。伫阮的经验的中间，有时有侪阮所无法度通控制的势力，伫遐咧阻碍阮亲近你，伫遐来破坏阮受创造的时阵，你所予阮的你的形象。主啊，阮求你真正是帮助阮，互阮会当倚靠主耶稣，互阮真正深深相信主耶稣有权柄，会当互阮来脱离遮的压制阮，互阮无自由即款的困难。帮助阮会当一世人来跟对你，也享受你透过圣神所修饰阮伫阮的身躯顶，伫阮的心灵中间的平安。阮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哎。你要先。嘿，
请容阮我阁用一寡时间来为玉山神学院做报告吼。真正是真感谢林牧师甲咱的教会。这其实是一个低到3个月的邀约吼，就是讲其实伫个要讲原本预定的迄个礼拜的一礼拜前，然后就是讲咱的整个疫情，就是讲升级到第3级。所以伫迄个时阵开始，其实玉山神学院的募款有受到真侪阻碍，有一寡教会阮无法度通去吼。当然对一个就是讲对即款真仰赖教会的支持的机构来讲的话，对阮来讲有当时是会造成阮咧做事工的时阵真大的阻碍吼。嘛，真正是感谢牧师甲咱的教会，恁个会记得讲，伫3个月前即款的邀约，佮互阮的机会，会当一届来到伫咱的中间来报告玉山神学院的需要甲阮的事工。我相信伫过去的时间的中间，可能来到咱中间募款的牧者等等，因的就是讲有一寡影片吼。今年阮有做新的影片，甲遮要甲礼贵兄做做伙来分享伫过去的当中间，玉山神学院有做啥物款的事工，以及阮伫学院中间的生活。
奉献的支持，或阮的新行院会当伫咧运作的时阵，会当较无跨界吼。所以玉山新行院，我家己就是讲对一个汉人，然后伫一间新行院咧工作，我认为讲有一寡真特别的所在吼，就是讲伊除了甲其他的新学院的最主要的工作，当然就是教育新学生以外，佫有2项工作，我认为真有意思吼。差不多伫20年前的时阵，玉山新学院有注意到一项代志，伫东部的原住民的教会的经济情况，其实甲西部的原住民的教会非常无共款。因为即马目前的原住民的教会，咱若注意吼，就是真侪教会因有家己的生产啊，就是讲农产品。比如讲，伫泰雅族因可能有水蜜桃，还是讲伫南部的台湾甲迄个鲁凯族因有咖啡吼，布农族的话因可能有火龙果。总是伫东部，就是讲咱的平地较狭小啦吼，所以伫东部主要是阿美族甲太鲁阁族，总是因无土地通种植。所以伫东部的原住民教会，常常看到的现象，就是讲留伫部落中间的，毋是老人，就是囡仔。所以即款的教会，因为青壮年人口拢出去外口，咱可能会掠准讲原住民若去到平地了后，因的生活经济会较好势，其实毋是安尼吼。因为伫因来到伫都市的中间的时阵，常常面对的是因的工作无稳定，所以伫东部的原住民的教会其实非常弱小。所以伫20年前，阮有开始一个东部小型教会的服事的计划吼。玉山新行院做的代志，就是将实习的学生派去伫即款人数真少、佫无传教者的教会。总是即款教会，因为因就是讲经济真弱势，因无法度通聘传教者，对新学生的实习因其实嘛无迄个开力通负担，所以阮就是派学生去即款的小型教会，然后交代因2个任务啦，吼，就是讲你去遐了后，你要设主日学，因为伫部落中间隔代教养很普遍，吼，没有中间这一代就是讲细汉囡仔因的主日学教育也是宗教教育的精神，阮真担忧。佫一项就是讲，无论讲部落内底有偌济青少年，恁去设立青少年的团契，所以对这学生倒来学校的报告，就是讲因可能主日学也是青少年1个2个，因嘛是安尼带。讲到伫迄个经费的问题的话，因为弱势的教会因其实无啥愿意，也是讲负担袂起新学生的实习金，然后对新学生来讲，实习金其实是因买册，也是讲日常生活的一块费用啊吼。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由玉山神学院募款来支出，啊，就是讲弱小教会毋免烦恼这项，这是阮做的一项。这一项是伫大概4、5年前，玉山新学院开始招收东南亚的神学硕士班的学生，所以即马伫学校受过训练的学生，有对印尼来，有对缅甸来，有对马来西亚来。咱知影，就是讲伫印尼也是缅甸，然后越南等等，因的经济情况其实是无台湾遮尔好势啦吼。所以，这学生因来台湾读册的时阵，因其实无啥可能会当付学费。这是玉山新学院为这学生募款。所以，咱可能会感觉奇怪吼，就是讲玉山新学院目前的经济需求，就是一年爱6200万的经常费，然后阮阁有欠7000几万建筑的这款的负债，是安怎阁要自找麻烦吼，找人来读册，阁替因付生活费甲实习金。也是讲因的学费，这是因为当玉山新学院阮就是讲老师啦吼，伫阮回想玉山新学院过去创设的即款的经历的中间，阮受到外国的宣教师，阮受到台湾本地教会的支持，互即个新学院会当经过75档。所以伫即款阮目前有一寡开力的时阵，阮毋茫讲，阮嘛会当参与伫国际的新学，也是讲教会人才的培养。所以伫遮我阁是甲代替玉山新学院院长甲所有的教职员吼，要伫遮刘兄弟表达阮的感谢。因为若毋是过去，咱的兄弟姊妹用恁的祈祷，用恁的奉献来支持玉山新学院，可能伫个阮计划、阮的事工。甲咧推行阮的事工的时阵，阮可能无遐尔会当顺序吼。而且嘛，佫一届要要求，也是讲邀请刘兄弟伫咱的祈祷中间，
继续为即间为着台湾原住民所设立的行业，互阮的计划，也是讲阮伫行程等等，真正拢为阮带到，互阮伫当心咧去做上帝国的即款的工程的中间的时阵，阮无地够欠缺。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279首，圣诗279首，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明日我心心笑念你不停，你做我光灯，予我有光明，主做我智慧。时刻点滴你手里照顾，你做我天父，我做你的镜，你甲我结连，我甲你同行，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贝，因为你惜伫我永远袂悔。你是我一切，我要信靠你。天顶的君王，世间无通比。天顶的君王，予我为得胜，愿你带我到天，行点天顶，也是有艰难，也是大变迁，我挂断对主。永远无亚线。阿门。请坐。奉献吼，咱伫线顶的兄弟哦，咱嘛是会当用着咱的邮局花拨吼，也是咱的邮局的账户吼，来转账吼。咱有来礼拜的兄弟，等下你若未奉献礼拜煞。会当甲咱的奉献地下伫外口咱的奉献箱顶悬的篮内底吼。好，咱来吟请咱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只是愿到你圣殿，减通白白受恩典。虽然报答叫有千，愿你甘纳愿所。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白白受赐，济济恩典伫阮每一个人身上。阮献上阮的感谢，也阮愿意来合适，来彼此关心、彼此带导、彼此来服侍。求主你帮助阮，互阮软弱的得到刚强，当阮的奉献。求主你教纳，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请坐。咱的报告吼，
直接来报告。未报告，大先咱来甲念今仔日的金句。手部第3面。我来读一遍，兄弟来读一遍就好吼。今日较长，咱读一遍就好。主的信任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送养人。伊有找我，甲受掠的人讲，因会得讨放；甲痴迷的讲，因会得到国光，来讨放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路加福音4章18节、19节，来。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送乡人。伊有找我，甲受掠的人讲，因会得讨放；甲痴迷的讲，因会得到国光，来讨放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路加福音18、19节，互咱。本迄个聚会表加咱的事奉表，请咱家己看吼。小费广告的部分吼，咱差不多拢共款吼，咱就咱家己看。主要是第5点吼，迄个 PPT 吼拍一个第5点，第5点，迄个小费广告第5点，有无？因为这有改啦吼，有改。咱的广告咱的周报内底吼是写讲，若无来做礼拜，咱礼拜刷长老要去分做这个圣餐吼，但是他带小会大家讨论有做一个改变啦吼。因为圣餐是大家组织而且一个做伙制度的一个意义啦吼，所以咱即摆有做一个改变吼。改变就是照咱的 PPT 安尼来看啦吼。就是讲，咱共款，咱话开放先甲迄个小组长来登记。若准讲咱的人数伫99人以下，咱就伫礼拜中，咱就一场的礼拜的中间，咱来做圣餐。若准超过人数，咱伫第一场礼拜刷11点半这个时间，或者的第一场无来做。礼拜的人的兄弟会当伫11点半，搁再组织牧师甲长老会搁主持一届的圣餐礼典，互大家会当伫实体的顶悬来领受圣餐，这是做一个改变吼。所以咱周报的所在，咱爱做一个改变。好，本会消息。今仔日是玉山新学院奉献主任吼，新学院派邱淑斌牧师前来请安甲讲道，请兄弟为着新学院的事工咱代祷甲奉献吼。第2点咱的迄个顶半年迄个长册的检查已经完去吼，请咱若会当准备好的，就紧提到办公厅来受检查吼。然后第5幺第3点。这一个引法自主的一个研习课程啦吼，咱若有想要参加的，会当来报名吼。第4点这个是一个线上成长小组的带领人训练吼，咱若有兴趣的，咱会当去迄个公布栏扫 QR code 来做报名吼，这是线顶的一个培训吼。第5点。教会奖学金甲今仔日截止哦吼，若准还未申请的这小朋友吼，紧去办公厅拿摕申请单来申请。第6点咱二中的停车场1年8万块的这个奉献吼，已经差不多啦吼，剩6500吼，请若有负担的兄弟会当继续来奉献吼。第7点咱后季的迄个行事历甲论值表吼。咱若会当伫9月19进前吼，送到办公厅，安期会当来摆最后一季吼，咱后一季的一个行事历。第8点咱教会目前咱领事的同工有较欠吼，咱若有这个负担的兄弟会当来做伙参与服侍，若有这个负担的会当林牧师也是礼拜部的黄长老吼，黄定科长老。来登记啦吼。
团结小组的消息。第一点，咱圣歌队吼，今仔日了是小时班，但是咱9月份开始吼，拜六暝8点吼，咱就队员队要开始来做练习吼，请咱预备心，咱也要开始准备迄个年底圣诞节的音乐剧的一个演出吼。好，此外读经咱若阵还未去摕这个大纲题目的吼，咱去办公厅紧摕吼。青少年团契拜六有聚会吼，社青后礼拜日有聚会。妇女团契相连甲妈妈小组咱拢暂停啦吼。关爱协会的部分嘛是要暂停吼。好，迄个大多数人等下牧师来带吼，迄个第七日有顶礼拜的奉献报告做领收，若阵有错误，也找我本人来做更正。咱哋这个大家平安。今日敢有头一届来礼拜或者新朋友，也是伫线顶甲咱做礼拜牧师代表教会来欢迎，也希望咱有较侪机会来彼此熟悉。无一定伫实体，因为咱即马嘛无爱餐，总是咱会当伫关怀小组内底彼此关心。咱来看即个拄则讲这第5点吼，小会第5点，第2场的礼拜咱就无规场的礼拜，因为按算是第1场到11点煞，咱伫厝内已经拢做伙同一礼拜啊，就是1场的礼拜。第2场的礼拜是单纯守圣餐，就是吟诗吟219首主身躯担为阮受拍破。吟诗的时阵去体会主的临在，主伫圣殿内，咱伫遮叫做 communion， 就是联合一体。然后读一段圣经了后，就来纪念主为咱受苦，然后伊的保费、伊的身躯，咱来领受。所以第2场咱唔通掠做讲是11点半，搁要做礼拜做到1点，无，就是11点半约略15分钟、20分钟，咱伫遮做伙同齐来感受即个圣餐，领受主的保惠，是伫个恩典。我做一个补充。好，咱来看即个小组团契消息，感谢主就看到讲过去拢是暂停，即马渐渐来恢复。对9月份开始，圣歌队恢复练习。此外读经，咱也已经开始，其实暑假咱的小组长牧师行政干事行政的同工，拢有在为着开学在做准备。所以希望咱踊跃来参加，唔免惊讲题目伤济。准讲20题，你写2题嘛袂要紧，做你来报名参加。有听就有得到。青少年团契一直拢有聚会，这是都现目前上优秀的团队。青少年团契实体甲线顶拢有在继续。社青团契嘛渐渐恢复，真欢喜。这是教会渐渐地恢复正常运转的一个气象。咱来看大岛的部分，由原要为着新学的这个因为要开学啊，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阁有出国读册的这个留美伫美国的杰瑞、正阳、恩轩，为着因的新的学期的开始，希望有一个注所享受新的稳定新的季节。然后咱来看集体关怀，特别爱为中央兄来祈祷。照着医生的讲法是无真乐观，就是因为这个肺无法度控制，无法度引流，加上嘛无爱甲伊开脑，做这个真大的手术，所以就是注吗啡，互伊较轻松，求主来互伊度过这个难关。总是加上嘛心内有所准备，如果主要接伊去，叫伊世间的路口，互伊的心平安。互伊的心灵得到平静，顺服主的安排。而且因的囝儿拢足友好，拢去陪爸爸，甲伊鼓励，甲伊笑，甲伊斟，所以这是看到一个真疼
主嘛真三疼的家庭，咱为着中央遐的家庭特别来甲伊纪念。也为着吴妈妈啦吼，吴妈妈伊讲伊1个月前就跋倒了，伊的耳孔吼伫流汤吼，啊无完全好，吼无好甲离吼，咱求主甲伊医好，吼伊的皮肤的过敏，吼会痒，吼拢会当得到医治。最后嘛要为着新学院的事工，吼台湾即个玉山新学院吼，副牧师今日伫咱中间来传达学校的需要。咱也知影原住民是台湾的宝贝。你看即届东京奥运，足侪得奖的其实拢是原住民的，对无？迄个举重女神有无？郭婞淳，迄个柔道男神有无？迄个杨永伟，吼，所以上帝互咱的原住民有真好的体格，还有真水的歌声，所以玉山新学院是一个足有。咱如果有机会，嘛爱去实地去行去看，你哋无共款的感受。总是咱有伫即个咱的姊妹教会，就是东光教会，就知影因原住民是足快乐、足乐天、足喜乐，也常常真认真祈祷，拢真侪原住民的教会，像东光、像罗纳，因拢有早祷会。所以甲咱的即个都市的教会文化是小可无共。希望咱会当更较了解玉山新学院，以及因派去，无论是中部中会本论的，也是台演的、泰雅，也是美西美中即个阿密斯的中会，因有较弱小的教会，其实需要咱为因祈祷、关心，了后，希望新学院会当栽培更较好、更较优秀的传道者，真做原住民是台湾的。即个通讲是大囝，长子，是台湾第一批的即个主民主人，所以咱就爱尊重，咱就爱用上帝眼光来看待。所以牧师即摆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咱徛起来，咱做伙伫主的面前，为着咱的主题神学，为着集体的关怀，以及为着玉山新学院的需要，咱求主来施恩赐福，咱做伙同心同齐。出声来祈祷，来主感谢你，疼惜台湾。主，我要伫你的面前来谦卑，体会明白。主，我是。后来其实汉人是移民来的，原住民才是正港台湾的原本的住民甲主人。主你赏赐原住民多元的文化、多元的族群、丰富的文化生态。主这恳求你，互阮开阮的目睭，看见这个丰富台湾这个岛屿。咱哩济即个族群，Formosa， 有真济是阮所无了解的。总是每一族拢是你的宝贝。望主你的福音会当照着新学院训练出来，而且的传道师、传道者、牧者、传道宣教，进入到每一个乡镇。进入到每一个部落，进入到甚至像顶礼拜罗准义牧师所讲的兰屿，真无人要去的所在，主你差遣你的工人去，伫遐来建立教会，互主你的实力得到应显，互主你的名得到高举，互你的福音真正遍传伫台湾，无论伫海边、伫山顶，主啊！伫7个深山拿来，主你的听，犹原伫遐建立主你的教会，兴起更较侪的勇士传福音、宣教，伫原住民的即个社区建立主你荣耀的城区。主，阮也要为着升国校、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这个咱的青年，阮的
主题来祈祷，求主你赐福因伫暑假疫情的中间，会当调整因的心情，整治因的脚步，备办心来正做一个真学生应该有的本分，伫学校有好的表现，伫课业来认真来打拼，伫信仰来追求来跑走，来活出一个敬神疼人的生活，互因的生命不断长成有基督耶稣的香味。也恳求主你特别看顾中央兄，愿要为着新中央提名祈祷，主你的恩典对你的保障留到伊的身上，互伊的头壳无法度手术摕掉遐个血垃圾血，会当顺利来吸收还是排出。主啊，求你来恩待伊、怜悯伊、看顾伊、纪念伊囝儿的孝心。纪念阮大家为同心合意的祈祷，也保守金銮姐益达手术后身体恢复，互秀珍姐有好的胃口、好的困眠，保守袁君家阮的姊妹，伊伫工作上会当有主的开路引带，赏赐伊一条通达的道路来适应、来进步来稳定。也为着吴妈妈来祈祷，互伊的健康会当得到医好，互伊的皮肤过敏会当得到改善。恳求主疼惜阮的长辈，也保守杰瑞、郑阳、恩轩伫美国的生活，以及凯欣、佩纯，甲因三个囡仔转去到美国，求主你照顾，求主你看顾恩待因。也保守伫这段期间有台湾的疫苗、高端疫苗，阮有真济中壮年要来注射，恳求主你看顾；也有长辈要注第二期的疫苗，恳求主你拢保守，无有不良的副作用，也互阮这会受到疫情影响到经济的家庭，得到主你的供应，因为你是阮的牧者，阮无欠缺一件，你的恩典教也完用，阮要奉主的名来宣告你恩典的年，喜年临到，互阮黑暗过去，夜子光明，新的疫情后的生活，阮要抱着信心甲愿望向前来行。愿主你听阮的祈祷，保守看顾神学院的事工，愿咱的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互咱彼此来行平安礼，咱用一个点头，用一个这个拱手礼，来表达咱对彼此祝相处平安合一的心，三听伫咱中间。好，咱由阮徛地来吟上吟齐恳的诗。愿主耶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团契，甲咱敬大家三角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电乐了后，再来离开。